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 AI 自動化快訊。企業級 AI 又爆大招，戴爾 Dell 啱啱將佢哋 AI Factory 升級，推出全新自動化平台，一鍵搞掂本地部署 AI 方案，話係要幫大企業除卻成堆複雜設定，直接衝去生產環境，超級省力。AI 代理唔再係淨係講下 IBM 最近開 seminar 講得清清楚楚，而家嘅 AI agent 唔係要完全取代人，而係做最佳拍檔，幫你跨部門、跨系統協調任務、營運、客服、後勤一齊升級，仲未去到完全放手嘅階段先至係現實。能源同電力行業都玩得大，有報告話到2029年 AI 嘅能源同公用事業嘅市場規模會衝到77億美元，靠預測負載、預測設備壞，甚至自動修復電網故障，全部自動搞掂。測試界又進化，2025年已經有第三波 AI 測試工具出世，你淨係講俾佢聽，佢即刻自動寫晒成套測試，仲會自己修復、自己揾 bug 根源，開發者直接叫救命。最後低碼自動化平台仲有驚喜 ，Active Pieces、N/N 呢啲新貴，內置 AI 副駕駛，你唔使寫 code，用廣東話打句指令就搞到銷售、HR、財務自動化，仲有成100個 app 即插即用嚟到你嗌。AI 自動化真係一日千里，唔跟就真係 out 啦。中意呢啲實用 AI 資訊，記得即刻 like 加 subscribe，我哋每日更新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